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嚟，我係 Rita 牛 T， 希望大家再次準時來收看節目哦。韓國特別看睇節目，有當到收穫之外，係咪聽您先生嚟做認同本自家很係健康，很係有發力呢？你今半日嘅節目非常嘅歡喜，你是繞搶到你認同版大嘅先生嗬，了解玉kim先生，佢帶來嘅散散無二方嗬，有新嘅好戲，有好嘅舞台推出本大家強下來欣賞了。我想你下新來分享，記得大家好好同大家分享哦。你來分享，你藝術總監，你係馮玉kim先生，先生好，主持人您好。所有現場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馮玉kim，當歡喜今日又轉到福喜來咯。我今日唔單止啦，我還要帶電路哦。感謝先生來上節目，還有帶電路送本大家哦。今日咪帶來佢當強嘅主題片哦，也係你嘅奇玉先生來分享嘅。主持人大家好，我係苗栗三山嘅奇玉老師，當歡喜來到福喜來咯。哇，分享先生，今日節目當中嗬，咪介紹本大家嗬，珊珊你嘅文藝坊還有一個當然到嘅街舞嘅先生哦，哇，也係一個創新哦，來分享奇玉先生。大家好，我係珊珊文藝坊嘅街舞老師，我係奇玉老師。嘿，咪做得係你白毛老師，嘿，白毛老師。今日再次分享上面嗬，先生，今本日帶來係無窮樣嘅感覺，一個組合，兩個長長嘅細阿妹嘅，同一個演導嘅細阿哥，帶本大家新嘅火花嗬。我想當然今年嗬，差唔多到樹洞嘅季節啦嗬，所以同大家傾下嚟分享，其實一年下來。有當到嘅新嘅東西，也係講新廣度上嘅花，總係愛100公分大家談嗬。有個真實的系列推出係冇同先生介紹一下。100樣嗬，今年啦嗬，我哋請他嘅創作嗬，做完到真實接觸系列。哦。那我講系列就特別講呀，地方可能有幾下集團落啲嘅單位進行。嗰時候就如主持人說的，呀都年代咯。嗰時候準備樹洞去了，樹迷也，所以今年到年代，剛剛都有一場壓軸好戲要上演了。哇！剛剛講到真實嘅觸摸，你按你講嘅動態感覺，當場嗬真正愛唔單止落到了表演堂去看聽，當場我行出去，老大家有冇個接觸係冇？係啦，我今年我有按你想法老主題嗬，最主要大家是啲三山州呀客家文化舞蹈也行之多年了。在這樣子的想法之下呢，我們的團隊我們就有一個新的構想，就講大家人對客家舞蹈可能就係看冇就彈，再冇就唱歌嘅安尼話，我哋就想既然係安尼話，係咪我老記用接觸的方式，所有的觀眾就可以有接觸的方式，讓我們這個客家的舞蹈不但是讓大家知道，而且要深植人心，要做係我的構想的起源呐。按你講起來嗬，當初當神奇，當好噶，當初大家唔能夠做哋看表演，即係咩做哋變成係參與嘅一份子哦。特別愛請教人嘅奇玉先生，聽講啲規劃嘅時節，要當到當初乜嘅 DIY 啊，係咪當到發通本大家做嚟參與係嘛？今年呢，我哋有到苗栗嘅客家文化園區，我哋就有設計一個讓現場觀眾互動嘅，做咧安尼種嘅。係都發下一本大家做一隻 DIY，然後本現場嘅觀眾啲安尼客家嘅種嘅老朋友用乜嘅冇強樣，係安尼客家嘅種嘅咩有包嘅香菇，嗰個有嘅三層肉，三層肉清好食啊，係都嗰個加嘅包即個包嘅香油啊、豆腐乾啊，安尼。係老北部嘅種嘅全部冇強樣，係。跟有人講啊，你哋嗬按摩行咯，按認真咯，嗬，用唔講跳舞跳，還要幫大家來做安尼嘅東西，有數到大家有乜嘅想法冇？觀眾啊，參與嘅朋友有講乜嘅法冇？其實觀眾就知道說，我哋做乜按辛苦。其實我哋就是當初有這樣的發想，就講本大家的客家文化，比
本泰嘎迪客家的中诶，给端午节给除了就是划龙舟，那中诶就是那天代表特别的意义，10中诶，嘿，对。按你讲来哈，我想老二就今年图哈，呈现的东西一定有关系啦。哦，家讲到係客家人同從事嘅太正嘅，哦，古所也嘅我哋講有一個名叫客莊過節吊鬧嘅，啊，就係希望本客家感受到客家莊過節什麼嘅有乜嘅，也講做乜嘅係嘛？線上嘅規劃嘅戲劇舞台地度有表現乜嘅？嘿，要不然我们最主要。这种透过我们真实接触的系列，我们的主要这个本泰感应可以有触摸到这个客家的文化。那在里边呢，在这个年底，我们就推出这个客庄过节吊闹年。当然，希望讲都要年代呢，泰感应当圆满、当团圆的时候啊，哈，泰感应有一种当欢喜的快乐年。嗰种就会今年呢。活动计划就分4个系列去，那最后面一个系列我们就有推出客家人亲有意义的树洞戏。嗰位嘅愛看表演吼，我想看日表演吼，第12月14號，想同大家講一下。呢個表演地度吼，出咗嚟看到樹洞戲，嘅按辛苦嚟包裝嘅，咁看到講嘅5月節。有，全部有，有，哈，我當好奇，因為好加兩位講什麼嘅講法，佢順後也個阿哥吼，也個編舞老師係33吳亦凡也擺新嘅元素，係冇也擺讓我邀請講人嘅演導歌嘅嚟講嘅咯。係哦，等下觀眾朋友會看到我們33的活力代表哈，有一個當跳上嘅白馬老師哈，佢係我們的街舞老師。加我本年一車，我們33一車啲推廣客家舞蹈按多年的同時呢，我因為客家文化呢東西，除了有一類傳統之外，我知道嘛，要等待時間呢持續的轉變，有一種創新然後改變。嗰時候其實我當做以前我就有想到講，客家文化。係咪可以有可能同外國文化做一個結合？咁也係挺流行嘅街舞咩？哈，因為本身人哋可以接受客家文化，到時候有咩一本新人嘅喜歡嘅東西。嗰時候我當做以前我就有想到講，係咪攞街舞而攞嘅客家舞蹈做融合？都按你機會之下，嗰時候今年我就有一個請後生、請斯文的白馬老師，跟我們一起來共同執行這一個製作。哦，我做以後做得很嘅白馬王子老師啦，因為沒做得啦。哎呀，先生，一擺係算係貼白講嘅安尼，其實佢哋一直維持傳統嘅精神，唔過有同到創新，讓人街舞做一個結合，你這個係看法係乜嘅？我覺得就是街舞這種東西啊，就是它其實就是一個沒有，它是一個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答案，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題目。用來講呢？因為我覺得就是跳舞這種事情，不管什麼舞都好，我覺得只有適不適合，只有適不適合，好不好看，沒有標準答案。對，只有放在哪個地方才是最適合，然後好不好看這樣子。對。所以我覺得就是用傳統的客家文化去跟街舞做一個結合，我覺得是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東西。我咩都好奇，因為唔講到傳統嘅文化，你知講咩客家人嗬，食客家菜嗬，看講客家話咩動詞嘅，唔過跳舞我用，唔講地板動作也用啊嗬，當到街舞嘅無腔用嘅方式嚟結合客家傳統嘅東西。你做得小口透露一點點有感應嗎？給嗎？好，我這次就是用我們一些傳統的民謠，就是加入了一些現代流行的節奏，就可能像我用客家本色來加入一些很比較激烈的節奏，山台灣。我班講起類似這樣子東西，有的 beatbox 呢？哎，對。哦，係啊，你啊。對，我就是利用這種方式去做出一個歌曲的新的結合，然後再利用一些小朋友，不能透露太多。
不能讲太多。問大家自家來看好冇？嗰上嘅湯嚟說，鹽嗰部分咩，當然會有啲係善變嘅部分，咩但像用傳統高橋拿來，我就安尼用，生嘅都大部分用嚟跳，鹽我會用嚟呈現，鼓勵大家共下來到嚟表演堂，共下來欣賞其實安尼講到也傳統老創新，都係用嚟做嘅，係見到真正發動到嘅新鮮，咩要當精彩呈現。等下多陣嚟呢節目有很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轉到呼吸落嚟，今半夜散舞兒風，我記得推出記得黏土嘅舞蹈台戲啊，你按到真實系列，真實系列嘅黑種嘅歌節，歡迎大家共下來調鬧嘅，我覺得非常的神奇。前一團唐頭一年嘅白毛老師佢講到會建議冇共用嘅節奏，喺音樂地度來呈現一啲客家傳統嘅東西。我想一開頭現場先生同大家介紹，某個時節我去哪度會看你哋嘅表演？好，12月14號在苗栗中山堂中正堂好，苗栗嘅中正堂，苗栗嘅中正堂，係，你看到嘅表演，因為人家講仲你講太多，我本睇家接下來講，跟住去買票嘛，去那邊買票。我們這次可以到 iPhone 嘛，對，可以上 iPhone，然後那個售票。對，而且很便宜哦，都便宜哦，超便宜的。要搶到人嘅藝術總監，其實也好有特別嘅用心。人講我啲講先生講，我請好推廣舞蹈，我最好我啲戶外有請大家共來看，我搶到看唔怕。一擺其實有特別嘅用心，韓國有一個公益嘅性質係嘛？是。一擺我們珊珊會推出亞種售票的方式應該按你講啦，就講之前啦俺要的大概就係希望大家自由入場，但是呢，慢慢的我們希望講我們自己本身的舞蹈的內涵有提升之後呢，我們也是希望透過舞蹈，讓我們的觀眾對於一個劇場的認識，可以喊卡更嚴謹的來看待劇場這麼一個參與，所以我們這次就是採兩廳院的購票。哇，當真咧！我啲講所有嘅小朋友記得動認真啊！我啲講김玉先生啲教小朋友係一旦就按溫柔，有看到聲嘢講按認真，韓國一定要家長非常非常嘅支持，係嘛？對。可能就動感通嗰時候大家買票去看唔但像對表演係一種尊重，韓國重視，嗰個對一啲小朋友係每係一種動態鼓勵。對。小朋友啊，看到按動員來表演，特別我哋老師講啊，訓練嘅時就說，大家一定要動認真哦，因為大家全部會慢慢人來看啊，小朋友就會全部真嘅按動員來看啊。其實講我今日我再去邀請我個老師啊，安親班老師、幼稚園老師、我同學啊、叔叔阿姨啊，我有請佢哋全部人來看。哇，也動好誒，也最佳嘅吹票團啊。係啊。也係本身嘅有一種嘅自信。韓國榮譽感出會有嘅我哋講一擺呢嘅嗰個戲劇，既然講到呢啲地度處有冇共用嘅團路我想同大家嚟介紹一下第一團、第二團呀、第三團、第四團呀，幾個演出嘅節目大體分做哪一度嘅？一擺嘅客種高節調鬧嘢，最主要有4個系列。第一個系列就係客家年輕從事嘅天川日。也不用2年了對，公演就要到天川。對，那到了第2個系列呢，我都有想過講，客家人啊，當到嘅童玩，其實慢慢的已經遺失了，是，所以我們在第2個系列的時候，就是類似育兒時童玩。那到了第3個系列，5月節5月情。
其实要做系列是一个新的系列，因为我知道客家人对五月节的连结，无参天传的安多。可是呢，我自己同好是客家粽，嗰時我就都我老貼牌老呀端午節系列，我就老給製作一隻小舞劇，所以就在第3個系列，人家就講嘅五月節、五月情。啊，再來就客家人呢最大嘅系列收東西，嗰時總共也擺嘅戲劇組分4個系列。哇，聽起來就動澎湃啊！也就從年頭到年尾，就係有慢慢嘅呈現哈，就年年嘅動澎湃本大家。就我想每個團隊都有佢動創意，講到客家粽同客家人嘅感情啊，講到年初就係天傳日啦，也唔講正月歌吼，就天傳日歌就係做勢咧。一年到頭就冇停了，吼！嗰時也天傳日係客家人當從事嘅，那當初愛竹東年有3個比賽咧，係非常有名嘅，哈！跟你條嘅舞蹈，吼，規個戲碼當中，愛呈現咧天傳日哦，劇透一點點就好啦，有乜嘅精華咯？遲啲來講好嘅啦，遲啲來介紹啦，先生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來講前後一團好咧，細細咧好嘅，因為客家歌唔係有嘅藝術歌嘅很多客家世界。客家世界悠悠的悠。對，我哋前後一團呢，因為要把它的做一個真的很歡樂的一個 ending，故此我哋用這一首歌呢，然後讓我們的學生。在這一首歌裡面去呈現我們的整個歡樂的一個客家人融合在一起的一個畫面，對。嘅舞蹈嘅部分呢，像因為學生嘅所謂嘅民俗嘅舞蹈同現代嘅舞蹈同街舞嗬，都有佢自家舞蹈嘅語言，嗬，也同我呈現嘅舞蹈本體家會看到嘛嘅。哦，兩團哦，係以現代舞為主，嗰個我哋有做嘅動作係甜班哦。真見做的是嘅甜班，做唔得事。做唔得事嘅，跳舞用嘅。對，因為兩團主要就係嘅女娃佢會用嘅甜班來補嘅。補甜嘛，係補甜。嗰時候我哋前後一單位，當細年當等一下，佢會拿啲甜班跳現代舞啊咧。哦，嗰時候第一團天傳日就係靠現代舞嘅部分。講到第2團、第3團、第4團吼，就會講嘅街舞係家啲奶啊，街舞係家啲奶。街舞就是大概跟兒童節有一點點關係。好，其實係當神秘呢哈，就講中唔得講安多。安尼就係第2團，本身嘅因為同發跳、同發力，同教東西有關係就從咧。第3團就五月節。就失蹤嘅咧，但係我當好奇學安尼樹洞嘅感覺係乜嘅呢？像安尼啦哈，給樹洞戲啊哈，我們因為樹洞戲最主要就是看戲嘛哈，都年代家下人家都愛酬神嘛，做台戲。其實也係一年咧，佢冇看過夜台戲點麼？相信我相信，我有看過，因為我細細同阿公阿婆睇，就我去唔講北宮下，我去看台戲，其實目的唔係去看台戲，我去識現在嘅啦，咪就會識嘅啦，打彈珠啦，咪做一係我一下回想起來非常讚、非常甜美嘅童年嘅回憶，因為一下成年冇。嗰時候有看到呀，人講無論係出白戲啦、台戲啦，點都喊得真實，我去看一下，也係細細時節中有看到韓國神發嘅東西。是因為我想講一下細年咧嗬，佢冇看過夜台戲嘅經驗。嗰時候我到樹洞戲嘅夜春咧，我就特別安排小朋友來做一個表現，也可以幫小朋友提供，也是人客家人樹洞戲嘅一個過程，然後內容。嗰時候呢，我樹洞戲嘅夜春呢，就係請小朋友佢來跳乜嘅呢？雖然咧行看彈唔識乜個人都拼太祖，我唔知安好上咧，安好上嘅主持人有彈過冇？客家人。
我有谈拼太祖敢迄讲，因为我弟讲爱吃太祖啊，你要精神啊，拜天公啊，去吃太祖嘛，就算也下讲反驳给太祖用制作呀嘛，有煮的有用的嘛，还有拼太祖，因为我讲头摆学家就讲，我系学家吼，本地来打蛋，来打蛋，一个拼嘅意思係嘛嘅啊？比賽嘛。哦，比賽，就係比賽太祖公嘅比賽。对，嗰時候我哋就老要收東西啊，哈，有一些咧戲劇化的結合啦，好，就香港老比較傳統的一些文化，然後先已經遺失的這些東西，就拿安尼素材跟收東西結合，嗰時候我數東西吼，特別定一下，因為我嘅生意呢，吼，我哋會講故事本嘅談過後，因為要拼太祖，做咩要比賽咩？吼，比賽生意就當假喎喲，做唔就比輸贏咯。嗰時候我哋會數東西啊，吼，當歡樂。嗰時候我哋就特別攞去排，我們的特點就講，第一攞去做壓軸，第二個聲音的角色，我們舞者呢就攞去表演聲音的這個導演，好，那小孩子就特別可以表現出比賽的這種精神。嗰時候當希望大家12月14號跟我們一起來分享收東西的喜悅。哦，佢萬人會打燈哦！哇，睇你懂咁通嗬，本也聲然去了解講傳統文化，係我做埋做一啲事情呢，其實非常有意義嘅嗬。最起碼會問爸爸媽媽，本爸爸媽媽再一次溫故知新哈。我想大家睇按精彩嗬，當想了解講，做埋嘅玉琴先生做得堅持按多年嗬，就係來培養新嘅後生人。等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歡迎所有朋友轉到歡喜來咧 ，Rita 呢團溫兒愛慕兒同我來參加3屆了舞蹈欣賞咯。其實學人講做藝術的創作吼，都有幾個瓶頸的時節。古上來參加欣賞來說，藝術總監都要先來分享吼。欣賞在創作的時節、編舞的時節吼，做乜事情也講特別想會做乜為本兒這個很有靈感。按你講好冇？應該講，因為我從細我就喜歡音樂，嗰時候我知道音樂對我相當的重要。假使係一隻我喜歡的音樂，我一彈嗰度音樂，我就馬上就可以有靈感。哎呦，我印象當中吼，有一擺我視察嘅收音機彈嘅音樂，我試等查下喲，我馬上就嚟查下聽嘅這樣。因為我一下我就提供要用嚟跳舞，我就馬上查停下了，我馬上就記錄我想去做的，我想去編的舞。嗰時候我想一隻音樂對我是十分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對，嗰時候你講彈音樂，頭腦底度就有畫面。係，我一般編舞的話，假設有一隻可以讓我 match 的音樂的話，我當然我就可以呈現一隻東西。嗰時候也音樂促唔促動出嘅？係，音樂對我動促嘅。哦，感謝先生。跟住想聽友先生呢，你即間用嘅前靈感。我去看當道的表演，都表演的都會當道刺激這個畫面，有時你會想，第二天嘛個，去看的表演，看到一隻舞，原來做得按嚟跳，就轉去就會較多新的元素，加入編舞按嚟。跟唔知個特別好看嘅表演，咩叫用係舞蹈呀那類的冇？用係舞蹈，就好跳舞就安尼嚇。就看舞蹈表演添。哦，就欣賞你係一旦你自家係舞蹈嘅課內表演嘅。對，細就安尼跳。細第三就安尼跳。對啊。跳到台，再來三繼續搞好上來跳。對。哇塞，你一生你始終如一呢。真也沒有變過，都沒有變過。難怪你係總監嘅第一把交椅嘅弟子啊！好，跟住喺唱歌街舞嘅先生吼，我哋個街舞要動到我國嘅元素哦，跟住自己平常時因為請靈感。
我会让自己不要，就是先把自己忘记跳舞的这件事情。哦，就是我先不要让我的生活有舞蹈这件事情，然后我去收集生活很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舞蹈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舞蹈，对。然后我可能从这件事情，就例如说我去看海好了，看海这件事情，那我可以从看海这件事情上看那个海浪的波形，或是说它拍打上岸的那个样子，那个形态，然后我可能去创作出像这种形态的一种舞码或是一种画面这样子。对，就是生活上各个小小大小的刺激。对，但是不要去想任何有关跳舞的事情。对，因为懂 TPA 的哦，那一个方面啊，知道白毛老师算是一个懂细腻嘅人，因为佢懂得观察，好观察当中就做得懂到嘅灵感。感谢三位先生，我留意数下来，哈，变成创造嘅动重要嘅元素啦，哈。其實你講起來，哈，大家看到田玉先生一旦就聽到玉琴先生，請問佢以前教學生嘅教唔嘅時節，哈，會懂音嘅冇？會呢，懂音跳就錯嘅呵。生嘢全部當做係老師嘅話，全部都懂整齊，全部坐在冇上。哦，一系列上都冇。嚴師出高徒，不過堂講教生嘢嘅時節，係你按文搖係冇？因為我教嘅較細，唔聽按你發生嘢怕全部都係叫字嘅。叫按啊喎，咩啦？叫按音跳啊！古時先生要求學生係就會整齊化嘅。不怎麼跳到按好，怎做得堅持按叫啊，也冇簡單啊，哈。係，咁安尼先生同白毛老師相識嘅緣分係樣嘅咯，有冇讀到安尼？冇你來到頭份請到佢係冇？應該按你講啦，哈，人老人真係一嚟演啦，哈，也係提就重點。再來呢，我也一直會同後生嘅講，你做乜事情哈？是唔講愛掛掉的，講掛掉有些的嚴謹，就講你一定要跟上等這件事情，把這件事情你用的深度留意你的，佢就會變到人靈感。好，這餐有一些苗哈，碰到水、過空氣、過後陽光，它就會長出芽來。所以安尼情形之下呢，其實我頭家有介紹嘛，哈，我當做我就經由香港，我用啦客家舞蹈啦文化，除了要堅持傳統之外，我用嘅感性嘅，嗰時長久以來，我愛創作嘅心情一切都變嘅深度好。因為你咧，安尼緣分達到過後，其實白毛老師佢係來山推課嘅老師，佢一開始係來推課，我就看到有隻後生人啊，按演咯，佢願意來推課，嗰時候就開始然後佢做一類交流來交往，結果呢佢就。安尼接觸之下，我就發覺講，有隻後生人用按式苦呢，哎呦，很認真哦。講乜嘅就講好，安尼，我就會想到我去甲後生時節，乜嘅就講好，安尼，就冇乜嘅想法，較苦也去做佢。嗰時候都安尼情形之下，我就會同我去甲講，假如同安尼後生人，大家先攜手合作，看看可以撞擊出樣嘅火花。做安尼心情之下，嗰時候也擺做老街舞帶嘢，也擺合裝高節到鬧嘢，也就戲曲地擺。玉琴先生真件吼，一旦就按認真，真係懂認真嘅人咧吼，凡事就係懂用心去做。嗰日讀到，你看兩位就係按認真睇待你，後尾懂乖，乜嘅事情都來做好好，又懂有創意安尼，嗰時候就有緣分啦。有樣。好像珊珊行到近吼，大家講。你去睇苗栗吼，你就講珊珊舞衣服，他就講嗌要去跳舞吼。嗰時候係人講係非常有名咧吼，咩數到大家傾聽啦吼。對呀，下一代人咁有乜嘅期待呀期望？一點吼，當然也係當感謝大家人對珊珊的支持啦吼。本來到珊珊，我到後生嘅一次的一推嘅都有。長出來這樣子，當然按你情形之下，我都當珍惜之外，我用一張可以行下去啊，因為我都請睇一隻課題咯，堅持的地方。嗰時候呢，我去家
到我嘅计划底杯，我有一个新的计划，就讲我想要重新老安尼珊珊，再个重新做一个带领老改变呐。我今年也係108年嘛，吼，我今年已經有第一屆嘅新的舞團嘅成立。哦，嗰時候就係街舞團是嘛？街舞團也係其中一隻。好，嗰時候街舞團現在就新的計劃，我已經成立了。嗰個我又還有一隻新的舞團，我要重新成立。一隻舞團呢，要有別於平常的舞團，樣嘅講咯，我一隻舞團呢，我要經過考試。我要用考試，我嘅團員要經過考試，才可以入來。嗰時候我今年已經有做啲都會發表嘅，我希望我一隻舞團呢，慢慢的會當我都會細心的灌溉之下，可以長大跟茁壯。哇，非常期待呢！我講到新嘅舞團啊，吼，也街舞班嘅其中之一哈。我哋講班班老師啲教學生嘅吼，聽講咩有啲會當感動人嘅故事，再同大家分享咯。感動人的故事哦。也係講真困難嘅部分嘅，教生嘢冇咁簡單呢，真嘅教生嘢冇咁簡單。有啦，最近有遇到一個小朋友，就是他比較有一點可能先天上的比較不好吧，應該是有點就是沒辦法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上課的時候不容易專心。哦，他專注力沒按時間沒按對，專注力沒有那麼好，但是他又很喜歡跳舞。對，他又很喜歡跳舞，然後他來跳舞的時候啊，然後他也是有去那種特殊的學校，有去特殊的學校做一些比較特殊的照顧吧。然後他那個學校離珊珊蠻遠，有一段距離，真的有一段距離。然後可是他喜歡跳舞，他媽媽還是就是在每次上課的時候，把他從很遠的地方載來珊珊。對，非常的感動啊！對，然後他上課的時候真的也是不容易集中精神，所以就要想一些辦法，讓他很在舞蹈裡面玩得很開心，這樣，所以我就會想一些有關舞蹈的遊戲，對，用舞蹈的遊戲去帶領他，然後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然後可以更 focus 專注在跳舞這件事情上面。對，哇，感謝有好嘅欣賞，就係好生嘅給人講，好像學生的福音這樣啦。咩希望講，啥物欣賞做得繼續同安尼好嘅文化傳統延續下去哦。係像親密嘅節目吼，家下欣賞就講帶來嘅電路吼，問大家可以哈，去啊講嘅中問大家，嘅題目就係搶問今年珊珊文藝坊記得推出嘅呢啲很多乜嘅呢？洗澡師蠻真實的哈，做得名係多哈，變得多係乜嘅呢？朋友留言咯哈，今日再次感謝三位先生，感謝你哋，祝福你哋。希望所有朋友嘅收看12月14號半夜去看佢哋嘅表演咯，有請大家等下聽先生來做圓通，張來了。